咁喺呢10年裏邊，體驗最深刻嘅咧就係香港人、香港教會啦、香港信徒，好想揾一啲好快嘅課程，越短越好。裝備唔緊要嘅，最緊要咧就快，盡快可以出到工場。我哋心急嚇，對於宣教士嘅培訓係逆思維㗎。其實咧，恩福神學院創會院長蘇永智牧師一直咧都係好認為咧係要培訓忠於聖經服侍教會同埋咧熱心宣教嘅工人。咁既然咧神學院係喺教牧嗰個課程已經得到好好嘅成果嘅時候咧，喺2015年咧就正式開始咗呢個宣教學嘅碩士嘅課程啦。一個健康嘅教會咧，其實係必須係一個宣教嘅教會嚟嘅。當我哋明白宣教係上帝俾教會嗰個使命，其實與其話點解會開始宣教嘅工作，不如去問點解教會會唔做宣教嘅工作呢？我舉一個例，如果一個消防員或者一個消防嘅學堂佢會教你火啦、水啦，點樣去救火啦，但我哋唔去救火嘅，咁其實會好奇怪。所以當神學院發展到某一個認受性嘅時候咧，我相信嗰個時候蘇牧師帶領嘅恩福神學院咧，就好想去回應翻其實教會需要正視使命嘅實踐呢一個嘅工作。喺我哋嘅信念裏邊咧，牧養同埋宣教其實係同一件事嚟㗎。喺整本聖經裏邊，我哋去認識一個宣教嘅上帝，以至到我哋去回應緊宣教嘅上帝俾信徒嗰一份嘅差派。所以喺我哋神學院裏邊咧，聖經我哋好重視，牧養或者教會建立我哋好重視。與此同時，教會嘅使命實踐都好重視。所以其實咧，唔單止係牧養同宣教，係聖經、牧養同宣教三者結合，成為咗我哋嗰個宣教嘅觀念咯。咁所以喺我哋神學院裏邊，我哋希望訓練到兩方面嘅工人，一方面咧就係胸懷普世，係能夠願意同埋見到普世宣教需要、普世禾場需要嘅教會嘅牧者，讓到佢牧會嘅時候咧，能夠帶領教會去實踐使命。另一方面咧，我哋希望係訓練到忠於聖經、明白聖經，同時懂得去建立教會嘅宣教士，以至佢哋去到宣教工場嘅時候，佢唔係淨係做一啲宣教嘅事工，而係咧係一個全面觀、角度觀去建立基督嘅身體。所以咧係胸懷普世嘅牧者，同埋咧有牧者心腸嘅宣教士，所以兩者係咁樣去結連。如果當我哋宣教士嘅根基唔穩固，對神嘅話語一竅不通，整個神學係唔通透，對跨文化宣教唔理解嘅時候，我哋去到宣教工場應該係弊多於利。所以我哋神學院嘅結構咧，其實咧係要逆行呢一個嘅潮流文化。整個嘅宣教學裏邊咧，我哋花好多個 credit hour， 好多嘅學分係去雕琢一個宣教工人。跟住咧，我哋係整本聖經要佢讀通讀透，整個神學係要明白清楚。我哋係要求咧，我哋嘅宣教工人啦，我哋嘅畢業生咧，係要有充足嘅進到跨文化工場嗰種宣教 internship 宣教 immersion 浸淫式嘅體驗10年裏邊咧，我哋就係做緊呢一件事，我稱為揼石仔好好咁樣去培訓每一個工人，每一個嘅部分，神嘅話語、神學嘅裝備、跨文化嘅知識，缺一不可。我希望我哋恩福神學院嘅畢業生咧，喺未來嘅日子啦，無論係牧會嘅、堂會嘅，同埋我哋宣教嘅工人都好啦，係希望佢帶住咧係忠於聖經，係委身喺讀透神嘅話語，整本聖經佢讀得通、讀得透，同埋佢能夠教導出去嘅。第二個嘅 DNA 係一個屬靈嘅 DNA， 希望我哋嘅同學咧，佢哋有一個以福音為中心嘅靈命塑造。意思即係話咧，佢深深咁明白人嘅限制，但係與此同時，佢明白神嘅恩典、神嘅恩情，福音喺佢哋身上咧係無時無刻都係緊要嘅。佢係能夠常常去到施恩座前嚟到去得着嗰份嘅
嘅幫助，去尋求神嘅帶領，去退休去親近上帝。第三個 DNA 就係咧宣教嘅 DNA， 或者係使命實踐、胸懷普世嘅 DNA， 就唔係單單見到自己嘅事，係別人嘅事，甚至乎普世嘅事，係上帝嘅事，佢願意去關心。縱使嗰樣嘢又大又難，但係佢願意靠住神嘅恩典，願意依靠住上帝去遵行聖經神俾我哋嗰個嘅差事，唔係怕難，而係咧願意去有膊頭有承擔，去承擔上帝俾教會嘅使命。三個 DNA， 忠於神嘅話語、屬靈嘅追求同埋使命嘅實踐。